东森新闻哦，像恁咧东森新闻吼，啊你讲白，伊嘛是讲白咱这市场，大家哦，啊你这样猪逼，啊你下昼咧食素菜，做你猪逼甲问讲啊你食啥会好？伊讲好食呀，因为我嘛拢，伊拢咧算大家嘛吼，伊拢爱煮了饼嘛，哦爱去采访，伊嘛拢食素。啊，伊讲都是食好，啊伊个妈妈咧，在你传来去，那么我甲讲吼，伊就讲着郑解月代志。啊，我甲讲吼，为虾米你不爱来采用我的本内底？我咧上课的经验，我冇青少年班、中经班啊，所以我伊讲吼，这无钱钱人也唔看。啊，这人唔看，公司头所以来采用这。我讲你这政府人就会看，无你像人迄个实体电视台，你看会报迄个社会新闻咧，哦，啥物政界新闻拢会报这。伊讲吼，你无讲啊。因为伊有资料啊，要做啊，世界各国拢有迄资料，拢要做，伊无靠广告来赚钱，来支持伊的经济。因迄东森新闻所有的新闻的电视台，拢是靠广告来支持的，因此因这个人真水。我讲无是安尼哦，无你报我这正面的吼，互社会要有一个正向的一个目标方向。啊，无咱个心灵嘞，真正嘞，咱来亲近有量，安尼就是较好。伊讲哦，啊，虽然较有爱看的，我讲较有可能啊，无咧有够早的电视台，较拢有人咧看，伊讲特定的对象在听啊。哦，各位谢谢。那么今日这正解，我发一个亲身的体会。伊昨天我庆山啊哦，迄有一个迄个什么市议员哦，金凯去做一位哦。金采薇，他去辅导他说，这个人真的不是一般的，不是正常人啊，因为主客主相不够偏激耶。哦，一上那种枪决，他还不会怕，是惊的。那么各位谢谢，为什么以前你爱引起了北部这个现象出来？台湾有些的是今天的顾客，前期付出的爱，哦，没有达到关爱。只有另爱，以为上面就好，上面哦，因为这经济好，你喜欢，啊，无就是规矩房间内底拍电脑，伊嘛无正关心讲这囡仔是要读册无，这囡仔搞会研究，我咱像学校对外交囝，你是会当来问，伊讲妈妈想要迄个拼命啥物连环扣，啊，你跟我进行学校，几乎他们的行为，他们的朋友或许都会。关心，结婚了后，就老公的效果，婆婆叫把他弄那个，但是要关心，不要干涉。只要一个也接生，已经天天的小摩擦，和他的关心啊，的关心。其实这个父母对子女的爱，我这是和他。我迄讲说母亲节所以这些资料。那么各位姐姐，咱下边做资料，我们研究些为什么母亲节很伟大？为什么母亲节遐尼侪人来注重？像前礼拜就是母亲节嘛，因为我前礼拜做另外一件学习，我就把这找出来。所以我阿孙呢，我将那不是像成天成语这样，他背得滚瓜烂熟。一定会去问姐姐这个属相10月。